对过去领去长枪军战经一天创下1万人次参访纪录的和乐广场，对3期警戒以后持续管制。不过目前配合中央防疫政策，7月13号开始将有条件开放。对此，干部局表示，地下广场除了以500人作为限制，到时嘛只会当对中正路出入等相关的防疫，请市民配合。在这次微解封，为了让市民能够疗愈身心，能够舒缓自己的身心健康呢，我们市府这边开放了和乐广场，但在这次开放和乐广场，也要请市民一起来做好防疫的措施。虽然最近因解除危机，现场麦当看到已经开始恢复供水，不过干部局最后的决议以防疫优先，并未提供生水。另外，详细夜景嘛无开放。今日新闻，顾文吉、刘品言采访报道。